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带队甲美国谈判争取到15%免塔加关税、甲晶片免税待遇的电力军团队早期回国，行政院长杜英泰亲身接机。台中营总洪表讲，伊在厂商替病人手术，病院调查讲无这回事。媒体佮公开手术影片，卫福部表示会移送地检署侦办。西班牙南部18暗时2台高速火车烧落，至少造成21人死亡。移动的反政府抗议，官方承认有超过5000个人死亡。来看明仔载是24节气的大寒，天气会变甲真冷。今仔暗时强烈冷气团会落南，强度迈晚进寒流等级。1月2日拜三的半暝，台北、台中低温恐惊只有10度左右，甚至苗栗以南部分所在甚至只有6度到8度。北部嘛因为水汽较济，会搁湿搁冷哦。另外中部佮北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有可能会落雪。北部的云真高，空芳透小寡日头光是真舒适的天气。不过刷落来要变天啊！气象署提醒，拜暗时开始受到强烈冷气团落南影响，温度会变低，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落雨的机会会增加，愈暗雨会愈大，半暝啊可能会闪大雨，而且雨会一路落到拜五。桃园以北甚至新竹以北地区，一直到东北部地区，在未来的2到3天，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的。另外，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转台一路大降温，时间对拜二开始早暗低温，中南部以北和宜兰大约伫咧11度至14度。拜三到拜五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间。气象署提醒，到时北部、宜兰、广阔地区以及外岛，可能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那中南部嘛真寒，低温伫11度至12度。尤其是礼拜3、礼拜4这2天，在北台湾全天天气都是相当的冷哦，高温可能也是只有14度附近。那在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到了礼拜3、礼拜4，各地的高温大致上可能也都不超过20度。因为最近有高温度夜低，气象署提醒拜三、拜四天光，北部、宜兰2000公尺以上，以及中部、花莲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都有机会落雪。气象署预估这波强烈冷气团爱到拜6才会减掉，提醒乡亲这阵爱穿雨袖，避免减掉。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带队去美国进行对顶关税的谈判，团队为台湾争取到15%，而且唔免塔加的税率，佮争取到半导体佮有相关的产品232关税上优惠的待遇。团队今仔早起回国，行政院长杜英泰嘛亲身到桃园机场去接机。在所有的跨部会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关键的这一步路啊，所以尤其是我们每一次在前线谈判的时候，事实上总统院长都是无时差，在台湾 stand by， 我随时可以打电话回来请示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所以是整个政府大家一起努力走到今天这一步。感谢政府做上强的后盾，这届谈判团队由郑丽君带领，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丁年等人共同参加。14暗时去到美国，伫美东时间15完成总结会议，包括对顶关税降到15%，袂搁再贴关，搁超出台湾模式，也就是台湾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也搁有政府提供上悬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进行供应链合作，正做是全球第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长杜英泰肯定谈判团队讲出一支水开的红布朗，亲身来接机。当然，后续还会有辛苦的过程。那副院长跟杨振宁政委谈判代表以及所有我们的谈判团队，会持续的以国家的利益、产业的利益、国人的健康跟粮食安全4大目标，完成所有总统跟国人所交付的责任。郑丽君讲，这个谈判证明台湾人的骨力、技术甲产业已经真做是世界关键的力量，有感受到世界看好台湾，需要台湾。规个谈判的过程1月20早起，行政院会正式说明。公司新闻听收铃郑建光综合报道。
台美已经确定15%的对顶关税，中经进前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应该会有4.14%，未来嘛更有调悬的空间。院长林宪明是指出讲，关税协议对传统的产业来讲是好消息，嘛降低半导体产业的不确定性。将对企业对美国就爱投资2500亿的美金，敢会影响到产业呢？林宪明嘛表示讲 ，AI 的需求是真旺，伊认为企业应该嘛袂减少伫台湾的投资。台美对顶关税税率15%，按过台湾企业也对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各界关心对国内经济是不是造成冲击？中经希望保相信台湾经济扶持，乐观推估2026年经济成长率应有4.14%。关税的效应，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其实对台湾事实上还算是有利。这一次的贸易协议，实际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双向投资的协议，一些策略型的产业，也就是我们在讲的5大信赖产业。他们决定事实上是跟台湾合作引入技术。中经希解说目前关税定限影响也未立即，不过院长林宪明正向看待，点出对顶关税15%税率，和台湾传统产业把一项第摆徛伫共款出口条件。第3条款半导体关税最优惠待遇，也降低半导体产业无确定性。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说企业因为赴美投资就降低了对台湾的投资，它需要台湾的这个营运的成果，它的现金流去支撑它在美国的投资。企业去美国是不是可能代替国内投资？林宪明认为 ，AI 需求超过大家所想的，有机会安尼降低企业伫台湾的投资。2025年制造业整个预估成长率是5.4%，但是事实上都是资通讯在拉动，传产事实上是在往下掉的，这代表一个讯号。我们的产业需要转型。学者提醒，团产迎来利多，暗过后要爱规划产业转型策略，19大股大盘开价加权，目当它上加31285点，落超过8点，了伫叫体面板股带动之下优回，优欧平衡，台积电股价目开价1725块，盘中段幅度有较少，早盘限制多空交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营总有3个医师红标讲，亲像互医材厂商替病人手术。病院顶礼拜的调查报告是指出讲无这回事，也毋过有媒体佮公开手术的影片。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早起伫立法院就强调讲，这款行为严重违法，嘛已经要求爱医生地检署侦办。台中营总有3个医师顶一日去互投诉，那像是互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甲患者开刀。台中营总顶礼拜调查报告指出，厂商并无执行医疗行为。了后想袂到，阁有2023年7月份手术的影片流出来，内容那像是由厂商来开刀。卫福部长赵宗良19日立法院受访的时阵强调讲，一定会严查严办，成立专案小组理清真相。这个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医疗的法规，所以也请卫生局将这个案子呢移送给检调，依照这个医师法违反密医罪。那至于呢这个整个内部的调查，我们也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重新检视。赵宗良表示，虽然会定出手术室的指引等等的配套，嘛会纳入病院评鉴的项目，确保病人的安全。台湾病院协会副理事长朱一宏表示，乐观其成。因为即卖达文西机器、手骨等等高科技的医疗机器愈来愈普及，厂商入去开刀房到安装或者是校正等等有伊的必要性，因过拢是病院家己来规定，并无统一。不过协助的范围甲实际医疗行为都要划清界线，而且来协助的人袂当假做主要负责开刀的人。有一些器械可能需要在开刀的时候临时才组装。或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在植入之前有一些特殊的角度，医师如果在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确实是有赖厂商这边做一些协助。赵宗良指出，相关的指引已经请医术师就专家来讨论，希望7月进行实施。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已经启动调查，涉及密医相关的情形，已经在1月初7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若医师容留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将依医师法第28之4条，最高可处50万元以下罚款。卫生局强调讲，
常常入去手术室，敢若限制仪器使用的资讯，禁止任何接触病人或者是代替执行医疗程序的行为。那3个涉案的医师目前暂停手术的业务，其中2个人袂使兼主管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天新闻的记者主播林成佑涉违反国安法防收押禁见，基进党早起是去中天电视台门口开记者会，因这个媒体受到中国的渗透，嘛批评国安法针对间谍案判了上轻咯，应该按修法来加重处罚。今晚头地检署伫侦办海军陆战队有中枢加5,000支拍影片，像要投降中国的案件。因先出关的时，查到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心佑涉案，检方指出，伊涉嫌提供金钱予现役军人，甲军事资料转交予中国人士涉犯国安法等案件。经过检方约谈甲搜索，17起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基进党伫19日时来到中天的总部大楼外口开记者会，这个媒体内部可能受中国渗透，嘛指出目前国安法的间谍案刑期判上轻，爱修法加重。台湾对于共谍案的平均刑期只有1.5年，只有18个月，而欧美先进国家对于这些间谍案的平均刑期是19年，所以台湾的轻重轻判就会造成完全没有嚇阻效果，甚至是变相的鼓励做共谍。针对中天记者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强调，并对新闻自由甲国家安全的改善，因认为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应当徛伫公共利益的前提，运用正当的资讯来源。因嘛认为，规个事件应当厘清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新闻机构打着红线，避免造成对新闻媒体的打压。新闻自由，它其实也不是新闻工作者的免责权。那我们给予新闻记者或是新闻机构有这样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那它是以什么为前提呢？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专业自由。所以如果这一案呢，它的行为已经涉入了就是有关于收买军事机密啊、触犯国安法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话，那我们可以理解的会是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新闻采访了，而是一个很单纯的违法行为。咱来针对这个事件，中天新闻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对这个案件无了解，无要做出回应，希望司法公正审理。针对外界风声中天去互人搜索的代志嘛，不会讲这不是事实。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关心1.25条国防特别预算哦，佮直立法院卡关，佮无法度交付委员会审查。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去立法院来进行秘密会议的专案报告，甲调研来沟通。那被党团是拢表示讲，会来提出党团版本的军国特别条例。部长顾立雄是呼吁讲，先互行政院版本进入委员会审查，伫委员会大家会当来讨论修正，无必要佮提出党团的版本。另外，最近又佮爆出讲有国军渗透案，部长嘛强调讲，90%以上案件拢是军人检举，也是军方调查发现的，这嘛显示咱的保防教育是真成功。加民进党立委吴国昌、国民党立委陈永康等人按照提议，国防部长顾立雄19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对1.25条特别预算的军国项目进行秘密会议专案报告。因为若被党团拢讲会提出家己的版本，顾立雄认为，若是有意见会当伫咧行政院版本内面做修正，赶紧复委，无需要搁提另外版本。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朝野政党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进行讨论。如果要做修正，也在这个讨论修正就可以了，应该没有字体这个版本的必要性。顾立雄强调，机密全部本来是爱等到条例复委了才举行，因过条例到即马拢也未复委，所以承认秘密全部加调研沟通。事实上，美国的国会在公布了他们的一个采购的想法计划之后，有很多项目其实在网络上都已经找得到了。我们是出钱方，那什么事情都要事事遮掩。立法部门可以监督，可以提意见。但是切莫来越俎代庖，审查的过程当中，在野党都可以提修正意见。
国立香港军国项目伫美国通知国会进前无法度对外公开，因为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资讯，已经有海马斯多工会前标准飞弹、拖式飞弹等5个项目，外界认为台湾这阵所需要的爱国者飞弹，一个 IBCS 航空整合系统拢包括在内，根本都还没有复委，那么也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还要尊重立法院。立法院能够给我们多少这个货物的预算？那我们还要再根据这些货物的预算内容，我们来安排军购、商购跟委资的部分。国民党立委也是国防委员会调委马文君强调，会再开公开会议，要求国防部就会让公开部分说明清楚。因为最近中天记者林顺洲涉嫌国安案件被收押禁见，一个刘建队士官涉嫌向中共宣誓效忠，泄露伊职务上的机密。国立乡强调，9成以上的案件拢是官兵检举或者是军方家己查到的，表示国军的防暴教育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有20个县市政府宣布营养午餐免费，甘纳村新北市嘉义市又搁爱收费。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中央提出统一的政策。教育部长陈英也是表示讲，营养午餐的政策是地方政府的权责，中央是尊重地方自治。嘛强调讲，营养午餐使用在地农产品的政策未受到影响。全国各中国小164万的学生会使用营养午餐了解台湾的在地食材。农业部用奖励金鼓励学校使用有产销履历、有机等等3种1Q， 也就是3个标章一个 QR code 认证的国产农产品。自2016年进前无到10%，这几档已经超过98%。不过未来营养午餐是地方政府免费提供的，敢会减少使用成本较悬的3种1Q 的食材呢？教育部长陈英要就讲，22个县市会依持。可是你怎么能够保证它能够落实到彰 Q 食材的适用？我们所理解，22地方县市都已经把3张1Q 这一个放在年度的一个编列在年度的预算里边。教育部长陈英耀透早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报告，民众党立委刘思斌就指出，6都餐费上悬是到70块，上低干那38块，伊烦恼地方的差距伤大。部长就讲，这个计数是受到物价指数、学校规模足侪因素影响。国民党立委万美玲建议，学校中斗等要是应该和中央统一来做。真的是应该中央做，而不是地方按照各县市的财政的状况不同，有的可能吃得好一点，有的可能吃得差一点，有的这个经费高，有的经费低，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一定会订定一个规准，包含未来各地方县市政府在推动营养午餐的许多的那个检核指标。那有可能会因为各个县市他们在排这个所谓的全面的免费营养午餐这件事情，去挤压到其他的教育的经费，那这是我们不乐见的哦。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应该是中央统一。陈英耀表示，目前要是地方的权责，也若经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营养午餐免钱的政策是咧骗选票。陈英耀嘛表示，家己无认为是咧骗选票，强调这是地方自治的事工。教育部注心的是营养午餐才会安全甲卫生。公视新闻林静梅、沈志明台北报道。立法院伫去年的12月3读通过停刊公告年金相关的法案。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早起是去司法院来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是批评讲，伫释宪结果出来进前，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法案，应该要依法执行。民进党立委党团早起去司法院向宪法法庭递状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民进党团强调讲，年金改革核心的目标，就是确保制度长久稳定、世代共享。申请释宪是为了年金的永续发展来把关。好，在蓝白主导下通过的反年金改革的相关法律条文，要求自公布之日起失效。那么，另外呢，对于本案属于法规范的宪法审查，在做宣告前呢，先暂停适用。另外，行政院去年12月31日，嘛已经递状申请释宪，嘛讲这个法案程序违背宪法正当的立法程序，侵害行政院预算的编列权，会造成退抚基金提早破产的世代无正义。可是，因采白指出，这个法案会让退抚基金提早用了，破坏退抚基金永续经营，已经向宪法法庭递状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你觉得这个法律有疑义，你可以去申请释宪，在被判违宪之前，你还是应该要依法执行啊！请中华民国的政府、行政院也好、考试院依法行政，不能再扣了，因为法律已经
3读通过了，就是不能再追杀这些退休军公教的年金了。全国公务员协会整理事长李来希顶一日讲，因牵手嘛是公务人员，这个月退休，汇入口座退休的所得差不多对半台，敢若有在职的一半尔。强调会甲合法的权益讨回来，讨退休所得的抗争才打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早起审查卫生福利部改组的相关法案哦，有妇女团体就做伙呼吁讲，应该爱重视妇女的权益。伊是正烦恼讲，若妇女相关的业务并到长期照顾甲社会发展署相关的资源恐惊会减少。上班骗囡仔、顾亲人是真侪人逐工拢爱做的代志，毋过真少人会意识到，这其实拢甲妇女的政策真有关系。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审查卫福部改组一寡法案，妇女团体烦恼讲，未来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长照等等的业务整并到长期照顾甲社会发展署，妇女的资源恐惊颠倒减少。它跟整个一个长照这么庞大的一个业务比起来，那其实妇女团体会担心这个整个一个妇女的一个能见度跟她的一个这个福利的一个资源可能会被稀释掉。妇女团体指出，即马社会甲家庭署的妇女福利科科员干那7个人，年度的妇女福利预算比例占社会甲家庭署的公务预算干那0.12%，对照全台湾超过1000万名妇女，这根本就无够。因为即马组织要改头换面，伊也特别关注妇女业务层级，敢会当智慧防有关。那如果放在那个妇女发展及那个保护是最起码，你看妇女发展它就是一个主体哈，在2级单位它就是一个主体性。那比起3级单位里面，其实的那个层级上其实是更为适切啦。老人、妇女、身障者的福利服务，还有福利资源，还有权益保障、社会参与，那么都是一起的，好，所以跟我们第2条都会对齐的。不过因为还有一些委员有意见，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条文还是保留。妇女团体呼吁，敢若提关层级，甲骹手保护到，政策才会当真正行入去生活当中。卫福部长赵宗良伫审查时表示，相关福利甲权益保障会整体来考虑，这条文又会爱等待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高市新闻参报道。再来看有在野党质疑讲，内政部甲要起13万户社会主体目标，修正做要起4万户，利用扩大包租贷款来代客，嘛批评讲赖总统的政见跳票。部长刘世峰是强调讲，100万细厝家庭的计划目标是无变哦，也毋过因为都市的土地减真少咯，即马要起社会主体是真有困难，所以伊来拜访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首长，做伙来针对社会主体政策检讨。但是内政部没有经过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同意，就擅自更改我们这个专题的报告名称哦，我想这个非常不尊重立法院。即阵还未开始，立宪内政委员调委黄建斌先对内政部长刘世峰表达不满。面对在野党即期总统赖清德要画出的起13万户社体政见无法度落实，刘世峰强调100万户细厝家庭计划无改变，改名是希望用全面性方式来看目前社体拄着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他认为要比蔡英文总统多做一点，所以他预计要新建13万户。现在他的政策转弯悄悄的把他的目标13万户下降到4万户当时的评估发生了什么问题？在新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它所需要的树地呢，都是集中在北桃中这些蛋黄区域，考虑到它的可行性还有它的立即性跟精准性，所以我们在做务实性的调整。到去年12月底，全国社体12.7万多户，其中直接平班12.2万户，包租代管10.4万户。现在内政部调整的方向应该是说要希望大量的这个包租代管可以出现你可以说明一下数字吗？然后112年是6万多户，所以几乎是每年用2万户的这个趋势在往上成长当中。内政部表示，照行政协定政策是设定114年到111年，以直接兴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斗阵行，第8年达成100万户整体目标。面对起的困难，刘世峰也讲会去拜会地方，希望释出持有地斗阵来起。社会住宅的政策，除了中央以外，地方政府也需要接受这样子的挑战。经拜访过张善政市长，还有侯友宜市长，也即将要拜访
卢秀燕市长以及蒋万安市长。我们会持续和中央沟通。因为都会区土地较歹摕到人口结构变化等挑战，内政部表示，社会主体供给爱多元推动，未来除了扩充直接现金的量能，同时会扩大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来应应实际最初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法院阁有检调利用科技监控的案件，有超过500件。有风声讲科技监控的设备无够，法官方要求讲，得爱先确定讲有库存。法务部是表示讲，虽然设备有限，也毋过阁有够用。涉嫌地下火堆的800会馆负责人郭铁斌，伫交保期间，几路边瓦郡机场甲海华线，即马又阁被羁押。监管被撤销交保的，也有几路边瓦郡渔港的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光伟，搁再被裁定收押。因那被告行踪会当被掌握，是因为有电子卡条，尤其是伫重大经济要犯将问题起步监督了，这种防盗设备的使用率增加真多。也过科技监控设备即马团讲数量无啥够，法官被要求伫咧做科技监控裁定之前，爱先确定数量。是为避免法院实务运作及当事人因为等待设备调度的困扰，本院应发函提醒各法院科技设备监控业务案件有所增加的趋势，提醒法院行政端适时来做因应。包括相关的这个电子脚环或手环也好，的确是有吃紧的状况，但是114年运作的结果还是足以因应。我们预计在2015年现在已经紧急的采购，那2016年我们会增加相关的这个设备部分的需求量。根据官方的资料，科技中心成立迄年，法院无用到，检方用2件，过来就一年增加，113年是48件加49件，不过114年变做法院323件，检察机关191件，敢若是法院使用监控设备就比前年加6.7倍。负责采买法务部讲，去年科技监控设备运用数量无啥够，会争取更加侪设备来采买。因若科技案件大量增加，科技业务也增加更加侪专职人员。确认设备足够之后才下可控，其实这确实是有一点影响到法官的判断，没错。因为法官的判断其实还是得回到说，这个本案到底有没有这个逃亡之余，那他是不是有需要可控设备的这些谨慎的一些考虑。司法资源无够，虽然民间的司改会无反对强化运用，不过防盗设备的数量就要有够，唔当好法院甲检察机关要使用的时阵，才发现数量无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加速咱国内无人机的开发甲应用，今仔日立法院一场公听会，有专家就建议讲，国内相关的法规应该爱放领，嘛透过政策来鼓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无人机的产业。无人载具产业应用愈来愈多元，无论是农业监测、物流运输到军事，都因看到对无人机的需求，为扩大国内对无人载具的需求甲用途开发。日前财委会19举行公听会，听产业甲专家意见。业者没有办法在国内进行足够时间的飞行测试，那这个飞测的时间可能还要排才能够排得出来，要松绑或者是要划定特地的区域来供这个无人机操作跟这个测试。无人机的技术的快速的迭代跟回收厂的一个周期的一个矛盾如何来解决呢？改变了本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法规然后变成能用滚动式的方式呢，来提供民间能够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有学者建议，要发展无人机相机，除了透过促产法修正草案，呼吁政府透过跨部会共同讨论安怎招商引资，甲国际斗阵合作，又或者国内部分民间团体认为，透过民间组队的方式，协助吸引民间财团的力量，互民间财源甲产业投入政策内底，强化无人机自主甲应用。针对无人机应用，副总统萧美琴进前伫面册指出，到民间公司参观看到无人机地上载具，期许到希望未来军民之间能突破空隙，跨协合作。很多基于军事发展出来的科技，后来到民间应用之后，广泛的采用之后呢，它可以再回馈过来，对军工产业创造更多的商机，也让这样的供应链更加的稳固。包括机器狗啦，包括机器人啦等等的这些，我想我们都热情其成。毕竟 AI 的发展一日千里嘛，跟得上时代，而且未来就是 AI 的时代。学者希望政府继续鼓励无人机供应链在地化，打造飞扬供应链。无人机产业才能符合国家安全机制，国家国际制裁。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西班牙南部伫18暗时有2台高速火车烧弄，目前知影至少造成21人死亡，有超过900人受伤，有部分的车厢摔落去4公尺悬的山架，抢救真困难。发生意外列车，其中一载车厢的乘客翕到这个画面，即阵内底敢若当靠紧急照明，已经有一位工作人员进入车厢安搭并且协助。一位乘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火车响甲真厉害，大家拢真惊吓。加载甲家己同一载车厢内底的乘客拢平安，对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并无清楚。西班牙南部18发生2架火车烧弄的事故，并且造成重大的死伤。对外口看入去，救援人员爬到上顶面，想要进入车厢内底，后壁这载车厢出甲真严重。有一个旅客对已经喙齿的虫仔爬出来，后壁几线车窗会当看到救援人员用手电仔照光协助接应。Many of the passengers were trapped inside after the accident. They had to break their way out of the trains using those emergency hammers by smashing the windows. It's been a very difficult job for the firefighters and the emergency workers to get into the area. It's a very narrow area. The road is difficult to access, and they have been working methodically to try to get people out of that mangled wreckage. 根据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的讲法，一架对马达加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伫阿达姆斯附近败马，冲到对面的铁基路，甲当日驶过来另外一架火车相撞，致使对面的火车也败马。医疗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有一寡乘客已经救袂回来。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紧急事务官员宋祖表示，部分车厢并落去大约4公尺深的架，增加救援的难度。交通部长朴文潮表示，意外发生伫铁基路的第3段，而且这段铁基路才拄全面翻新，肇事的第一列火车是新车型。这个事故非常的奇怪，当咧深入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伊朗国内的反政府抗议，官方是承认讲有超过5000个人死亡，佮讲有可能会佮处决部分的抗议人数。也毋过，人权团体是统计讲，这场抗议尚无造成3300人死亡，官方佮掠走24000个人，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上严重的动乱。一间银行若像互抗议者放火，伊朗抗议期间，金融机构定正做是攻击目标，反映民众对银行体系真不满。总统裴泽斯基按18警告，任何无公正的侵略，拢会引起德黑兰严厉的回应。任何对最高领袖的攻击，拢等于是对国家发动全面战争。司法部门发言人贾汉吉尔同刚也伫记者会表示，确认系列的行为已经互人认定是甲真主作对，这是伊斯兰刑法当中上严厉的罪行之一。暗示可能处决暴动当中互人抓起来的人。这个表态主要针对美国总统川普17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表示，伊朗应该爱找找新的领导人啊，也捌真侪届威胁讲，若准示威人士伫咧街仔头互人处决，就会介入。ما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رو مجرم می‌دانیم، هم به خاطر تلفات، هم به خاطر خسارات، هم به خاطر تهمتی که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زد. 一个伊朗地方官员表示，全国性的抗议上无已经5000个人死亡，其中差不多500个人是安全人员。这波示威行动因为顶礼拜暴力镇压有小可缓和。总部伫美国的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17表示，死亡人数超过3300个人，经过查核是有超过24000个人被抓起来。顶个月，德黑兰因为经济严重衰退，互民众不满的情绪转做是政治性抗争，而且拖去到全国，各阶层拢强烈要求结束新权统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为着要重建加沙，美国总统川普伫10日宣布讲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员会，伊做主席要邀请世界各国领袖参加。也毋过规定讲要取得永久会员国的资格，就要先捐10亿个美金。阿根廷、巴西、有印度、甲加拿大等国家，拢已经收到邀请了。就一摆公开批评联合国，而且伫咧前几天，一摆提出几20个国际甲联合国组织的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員會來處理加沙戰後頂建的代志。而且去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已經在國議當中通過這項計劃。Just yesterda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ormally adopted my peace plan
and officially endorse the Board of Peace. 为了推缩这个防看作是取代即马联合国体系组织 ，Trump 政府已经成立执委会，成员包括国务卿卢比欧、中东特使魏科夫、Trump 囝婿库什纳、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席就是 Trump 本人，伊掌握所有上尾决议，嘛有权利决定邀请还是甲任何成员国退掉。 They've established an arrangement here that excludes Palestinians from decision making and creates this hierarchy that looks very sort of colonial. 若是加入和平委员会国家，会籍敢若3党尔，若要继续，就要经过主席也就是 Trump 同意。若要摕到永久会员国的资格，就要伫中庭起告了后，头一档以内捐10亿美金。目前，包括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等10外个国家，拢已经受到邀请。加拿大已经接受。 $1 billion reasonable though?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dalities of that money. How's it going? All these questions. Canada wants money to have maximum impact. 另外，巴勒斯坦的人民若防排除伫咧国策考核以外，以色列佫确实连邀请加入成员国都无。也若这件代志，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真不满，表示这个以色列的政策是无共向的。 So their priority is to destroy Hamas and not to govern Gaza or to stabilize Gaza. And in fact, those two missions are in conflict. 足侪政府对加入 Trump 派和平委员会反应足细致，甚至还佫有一寡国家当咧斗阵研究要安怎拒绝的方案。也若美国主导的20点协议，去年10月签署到单，足侪援助到单，还佫互以色列限制，无法度送去加沙人民的手头，互活落来加沙人民面对恶质的寒冷，还佫等待援助。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去年9月23，发现马太安溪崩山湖崩起，造成19个人死亡，佮有5个人失踪。迄当时，光复乡不做鸡上惨哦，也毋过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掉伫厝里2日，正幸运，互屏东的特殊队救出来。今仔消防队特殊队员接受表扬，谢幸运互救出来查某囡仔，甲伊的妈妈嘛来献花，表示感谢。 亲手写的卡片表达查某囡仔小琪对救灾英雄的感谢，也祝因新年快乐。专工对花莲来到屏东的小琪甲伊的老母，向特殊人员上台颁奖的时献花说多谢。代志已经发生几个月啊，家属也是真感谢来支援的屏东搜救队。谢谢哥哥。谢谢哥哥。我讲一讲，我会哭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啊，比较好一点，都还是会怕台风什么水都还是会怕。去年9月23，发现马太安溪崩山湖1楼造成重大灾情，苏当时真侪客家拢引起，光复乡一个查某囡仔小琪失联2天，去支援的屏东搜救队因救援的接近范围，就伫小琪伫的区域，搜救人员真紧就到位，却因为涂刷淹水，水位涨到厝顶，想要挖紧，却找无要对倒位入去，因无放弃，透过空气机较人见不的状况，破坏厝顶，找到互亲人送去管的所在避难的小琪，搜救人员透风后撩过头埋，甲小琪抱咧，甲救出来。没有什么特别心，就想赶快把他带出去这样子，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帮忙的啦，刚好是我。专程甲小琪抱的搜救人员也得到小琪伊送的红仔礼物。去年屏东搜救队即将伫花莲救出64位受困的民众。为了感谢这个消防人员因辛苦救灾救难，屏东县也伫消防节表扬足优的消防、技巧人员，也有灾害防救团体，感谢因伟大的奉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苏花公路旧大高线河林甲大清水路段，伫去年的4月初3大地震了后，又搁崩山真侪解，嘛造成交通中断。交通局是评估讲真歹修复路，所以行政院嘛公告讲废掉这路线，也毋过在地民众有意见。去年4月初3大地震，对苏花公路清水断崖路段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伫旧台九重线的64公里至69公里的所在，也就是河仁到大清水路段是更较严重，不时拢有土石放落来，经过评估已经无修复的可能性。这个要抢救它相当的困难，而且危险度相当高所以经过评估以后，花费的经费从初期概估是25亿以上加上台九町这个路段及海岸侵蚀的严重性大概也没有办法用所谓人力工程的方式来保护它。
公路局强调讲，新的苏花改泵坑是快速佮安全，不过这段人讲是上水的公路，所来都要废除，对真侪华人的民众佮做观光的业者来讲，拢感觉真唔甘。我们期望未来能够有一些配套的措施，比如说能够做一些路段的管制以及开放。透过步道的方式，透过自行车的方式，或都透过这个健行的方式，都能够一样有机会能够让世界所有的游客能够欣赏到台湾最美的这个海岸线。遐那在地和平村的民众是认为影响无大，不过因为沿线的车路逐工拢要伫施工，不时会有交通的管制，敢若希望会当确保安全，路会通。记者综合报道。有能源业者按算要伫台中的丰原设大型的电厂，电费是真反弹。自救会今仔早起，佮再去台中市政府抗议，因质疑讲业者违法施工。经济部的能源署嘛已经有要求市政府爱查办，也毋过市政府到搭是佮无处理，也毋过互进口的业者是否认讲因违法施工，强调讲只是在整地，无违反电业法。民众举标语抗议，不满都能业者还未摕到设置的许可，都已经开始排都能设施，佮进行土建的工程。中央一直在踢皮球，你在法规还没完善之前，你不可以这么轻易的让厂商在现场施工。当地居民不满这间公司以工程附设设施的名义，规划伫台中丰原的王社里设置大型的电力都能厂，不过也未完成申请的程序，现场都已经开始咧动工。居民嘛提出能源署去年年底会勘的决议，土建工程应该由台中市府以权责来处理，批评市府的态度太过消极。假设他在甲种工业区有建设储能厂，是合法的，没错。可是他现在能源署说他不是储能厂哦，他已经把它定义不是储能厂了。他现在都已经在挖地了，储能柜也搬进去了，我们每天都有在录影啊，我们也有在拍照啊。环团表示，这个所在伫咧台中丰原加整的工业区，不过能源署认定还未有并联或者是发电的设施，所以无伫咧电业法约束的范围。不过市府却是认为管理的权责伫咧能源署，造成中央电费太来太去，业者嘛出面解说，目前当地的整地尔。那我们并线审查之后，我们都会开始先做一个整地的部分。那并没有像他们提到所谓有埋设电线跟释放一些机电设备的部分，所以并没有就是说电业法并没有所谓的违反的状况这样。厂商他们确实有做了能源署禁止施工的项目，然后我们就会通报能源署，就这个部分做行政的裁罚。业者强调讲，都能厂以营建署的公文，会当免建造甲10项执照，干那爱申请风火场的10项建造，目前已经向市府申请当中。市府讲，厂商的都能系统若违法施工的情形，以权责干来当通报能源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垦丁有一间5星饭店带游客生态导览，也毋过有民众所发现讲，大人甲囡仔去沙坡掠沙针、架绳啊，质疑讲破坏生态。饭店嘛出面回释咧，国家公园管理处是要求业者佮观察得好，毋通掠去搅了，影响到生态环境。导览员带队伫沙坡做生态导览，大人囡仔拢摕着手电仔含水桶，透明的水桶内底拢有放大细只的虾，甚至阁有掠架绳啊。毋过饭店人员含大客行为，互张小姐感觉无妥当，有破坏生态的疑虑，就甲影片搭去社群网站，引起足侪民众讨论。一来，当然导览员就讲解，那开始就大家抓，然后大人小孩就追着寄居蟹、追着螃蟹跑。我问了导览员，我说。这个是可以抓吗？他说他们会放回去。我们已经有确定有法律规定了嘛。代志发生伫16下暗，垦丁小湾附近的饭店，这个月初5到18有免费野放沙蟹生态活动。导览人员一摆带20位游客掠沙坡的毛蟹含架绳仔来观察。虽然有民众伫社群表示，伊迄摆活动结束，工作人员确实有参与做伙甲蟹放生，但是有掠的动作就让人感觉无理想。那针对这一次的一个旅客的一个意见反映，那我们也有深刻的做一个检讨，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做导览体验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能够更加一致性。本处获报以后，立即通知该业者停止上市行为，并改善导览的流程与方法。本处也将检视该活动的内容，如果有违法的行为，
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处以新台币3000元。垦管处呼吁民众进行生态观察，应该以卖掠、卖搅扰、卖破坏为基本原则，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董事饭店讲，这个活动已经办3档啊，影响社会大众会失礼，愿意承担责任。自17开始，导览活动就无搁提供汤啊予民众。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台南安南区新寮的定安宫18庙地闹热咯，所有民众互炮仔弹着伤。这55岁查甫人互烟火去弹着，头壳落花，送病院添2针哦。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伫过程中联合稽查小组有考坑几啊届，环保局嘛已经发庙方6000块。暗时天顶午会14烟火有够水，嘛声真侪人来到老街。这是台南安南区的定安宫18办邀请活动的现场。不仅我伫活动过程所有挂灯塔，民众人民徛真远，看到一半，煞互炮仔弹着头壳，当场会一直流。烟火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患者呢受伤地点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距离。他站在很远的地方，那你也知道说那上去的那个可能是。那个重力加速度哈，可能就是把患者的那个皮肤这个地方哈，给他擦挫伤。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暗时7点外，当时庙前当咧放烟火，兼嘛有高空烟火，不过庙方强调，弹着民众的是一般烟火的炮仔灰，干那1块银角的大小，到了庙方的医护小组第一时间随处理。后续庙方嘛讲会过去关心这个患者，嘛会协助保险的赔偿。15岁周姓男子在庙会绕境现场观看烟火时，不慎遭掉落物击伤头部。警方及义消及时到场协助，并通报119送医，经缝合2针后，伤势无大碍。除了这站民众受伤以外，消防局嘛有接到附近民众放烟火，地势引起杂草倒火起来以外，加在到场随拍火器。消防局表示会主动向庙方查证，确认放烟火敢有违规。后续若确定有影，会以炮仔烟火管理条例规定，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罚款。嘛讲会加强宣导甲检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之前受到对顶关税影响，外销美国的台湾雕的订单是减少真侪，佮加上去年药检受到冤枉的事件，佮有中国变俗价来抢订单，所以饲台湾雕的渔民日子是真歹过。伊嘛望讲政府会当来斗3工。窟窿内底台湾雕食着渔民放的饲料，入地这鱼啊，因为关税影响外销的订单，加上国内需求无济，渔民表示，交传统市场的价销一斤大约是25块。不过目前养殖的成本已经到28块，因负担的成本是愈来愈重。新一般咧了话20出头块尔，啊，外销话10外块来咧了，新年都当啊无行情啊。大家拢咧报啊，报台湾雕卖出去啊，哦，啊问题是因伫菜市仔咧卖，同款贵33啊，嘛无力啊。那当你末端市场没有降价的时候，你整个内需市场就会疲乏嘛。渔民表示，关税影响到台湾雕的出口。这3个月来，市面上鱼仔拢踢得卖出去，互原本时间到爱掠的鱼仔，只会当放伫窟窿内底继续饲。不过即马是愈饲愈大尾，毋但成本增加，而且加工厂时间嘛无要收，渔民是真无奈。希望政府会当来斗3工。啊，即马就是以国外的市场规拢冻掉的掠，国内拢要细尾，啊你细尾，啊你这大尾要安怎？所以这起来拢2-3斤，啊即马佫愈来愈饲愈大尾，啊愈困难销呀。卖行，安尼要安那？那我们如何去赶快去把它去化掉，把这些大尾的去化掉？那反而是可能是必须要赶快第一时间赶快去着手把它处理掉的一个事情。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农业部已经公告，除了外销会提出奖励以外，针对加工厂甲渔民会提供生产奖励金，另外佫会来补贴农业贷款的利息，加强会投入180亿来进行配套政策。嘉义县政府嘛会配合餐厅业者增加通路，协助甲大尾鱼仔销出去，希望解决渔民目前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大学学测今仔考第3工落尾1工咯，是考数学比甲社会科哦。大考中心是表示讲，数学比的考题是真生活化，计算量较少哦，是注重科生的理路甲推理的能力，难度算是普普啊，也毋过真有鉴别度。
4大人甲老师的乌演团透早就去师大附中的考试场，甲考生加油乌演。大学学测第3天考试科目是数比甲社会，是文组的重点。文组学生准备车拼，理组学生嘛来考试，结果是增加填志愿的机会。嘛有进前特殊选材已经录取的学生，考试的心情是加真轻松。就是数学不是我的强项，就是尽力就好。这些数都比较双语类的这样子，感觉以后发展也还可以，毕竟以后都是双语时代嘛。如果我考得不是很好，我也可以转文组那一类，就是给自己留一个别的路。压力当然会就是很小，就是我会想说，可不可以考到更好的学校，就是所以还是会有多少准备一点。这摆学测较特别的所在，包括台医学系等等的医学科系，无要看英文科，该看社会科。第2堂的话，它就是可能是必备的，包括台大医啊、中国医药医，他们都有采集这个分数。大考中心分析，这摆数比的题目取材生活化，而且取材拢是为天文等等无共领域的所在，计算量较少，较注重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认为难度适中，不过有鉴别度，嘛强调。学测预计伫咧2月25公布成绩，2月26就会寄成绩单。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校园推动性别平等甲月经教育，桃园有2间学校生成立的辅导间哦。伫北德高中2当前就说了，随风国小今年1月嘛完成了。学生若向月经来，会当好好啊处理，未来哦嘛个继续来试办。便所内底放卫生棉、免洗裤、佮加装热水器，用简单清洗。这是桃园市伫北德高中首创的女性生理洗浴间，互向有生理状况的学生有空间用安心洗身躯佮清洁。校园有这个生理盥洗室啊，会不会比较安心？会，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生理期的时候不小心弄到，就是都会不好意思吧。那在这边会有自己的隐私，也不用怕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简单讲一下使用率。我们学校的使用率应该是每天都会有人用，好，因为我们全校有1500位孩子，那女生也几乎是占了一半，再加上我们教职同仁有接近快200位。北德高中目前有2间生理洗浴间，门口各设 QR code 使用调查。有学生建议每栋楼都应该安装，显示有使用的需求。校长认为，各少学生初经来，囡仔会真惊吓，佫应该设生理洗浴间。目前除了北德高中，瑞丰国小也伫今年1月拄啊设完。教育局表示，后续会大大扩充示范的学校，积极推动性别平等甲月经教育。今年度核定高中以下200多所学校，共计1360万元。那补助学校在校可以设置生理用品定点的提供，这包含了国小4年级到高中的阶段。教育局表示，除了设立生理洗浴间以外，3年来也推动学校办理优先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加推动月经平权计划，照各级女学生人数规模分级补助。每一个学校每个月补助400到1000买生理用品，同时补助经济弱势女学生每人每个月200块的生理用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尚德园区甲双北市2000间的药房合作推出关怀的计划，帮公透过药师的关心、健康量表甲专线的电话，协助民众来消透歹心情，降低自杀率。你最近感觉有点累，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呢？去洗药房，唔那只是买药啊，药师也会关心民众，让民众感受到关怀。这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尚德园区和双北社区的洗药房做伙合作推出的计划，透过关心，希望降低自杀的比率。病院表示，因平常时伫病院观察到，有真侪民众生活中有压力。煞唔知要安怎排解。在临床的一个实务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承受心理压力的民众，其实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谁求助，也不敢开口。那因此，社区药局其实是民众生活当中最容易接触，也最没有距离感的一个健康照护的场域之一。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除了希望药师会当透过观察来发现民众的需求，也会伫洗药房放健康量表。药师会陪伴到庭写，若是有需要医疗的介入，嘛会协助挂号，也是提供专线电话。那在这一些服务以及聊天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亦有异样，这是我们在社区药局第一线
可以帮忙的地方。那社区药局要是他虽然观察到了，可是他可能需要一点佐证，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量表，几个简单的5+1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然后可以更去明确的知道说这一位民众他可能的一个状况。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他也比较好再跟医院做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这届台北联合病院松德院区和台北新北的社区西药帮合作，总共有2000间的西药帮加入，希望透过社区西药帮的加入，让每一个拄到困难的民众，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受到帮忙。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